最後一集，Jamie 爸爸喊嗰陣，背景播住首超悲嘅歌《Through the Eyes of a Child》，講一個人懷念童年嘅純真眼光。呢首悲歌同劇集主題完美貼合。但你知唔知唱歌嘅係邊個？導演話係演 Katie 嘅女演員。Katie 雖然出場少，但喺聲音喺歌入邊提醒我哋嘅從未離開。結尾出現一首動人嘅歌曲，導演 Phil 有一個好好嘅諗法。從一開始佢就表示希望有一支合唱團同埋孩子嘅聲音嚟演唱呢首特別嘅歌曲。而呢個過程嘅美妙之處在於，只用咗當地真實學校嘅小朋友合唱團，而唱最後一句嘅女孩，正正係飾演被殺嘅 Katie。呢一首歌好貼切呢套戲嘅主題，講述咗青春嘅脆弱，配上 Katie 嘅故事，令人心痛又印象深刻。